各位弟兄姊妹平安，好多謝詩班嘅獻唱，我哋再一齊禱告。我哋喺天上嘅父，我哋嘅救主耶穌基督，感動我哋嘅聖靈三一神。今日我哋再一次嚟你面前，我哋領受你嘅恩典，我哋感謝你，我哋都紀念你，並且向你效忠。求聖靈你親自對我哋說話，祈禱係奉耶穌基督嘅名，阿門。好，首先歡送各位小朋友分返上去4樓先嚇，祝福你哋啊，每一位。大家要為佢哋禱告嚇，紀念佢哋，唔好睇小佢哋。我都曾經係咁樣嘅嚇，感謝主嚇，感謝神嘅恩典。首先好感謝神啦，我哋今日可以聚首一堂啊，好特別嚇，出席西潮浸75週年嘅感恩崇拜，我哋一齊數算紀念神嘅恩典，我哋感謝主嚇。既然數算咧，我就要講翻2001年12月24號，即係25年前啦嚇。我當時咧係啱啱做咗傳道1年多少少嚇。嗰晚咧就係12月24號聖誕前夕啦。不過咧嗰晚好特別嘅係西潮浸50週年感恩崇拜嚇。咁我唔知大家當中有冇，應該有啊，都有一部分弟兄姊妹有出席。唔知你仲記唔記得？嗰晚結束嘅時候咧，結束之前咧，我係用PPT 嚇，即係呢啲嘅網上嘅設計啦，配埋音樂咧就播放咗一連串西潮浸由創會開始一直以嚟嘅相啊喺當中。呢條短片咧有個題目嘅，個短片嘅題目叫做《未完的故事》啊，未完的故事嚇，25年前所做嘅。主喺西潮浸當中所做嘅奇妙作為，同埋透過西潮浸向周圍所展現嘅奇妙作為，50年嚟冇停止過，而直至今日75年都冇停止，而且我相信咧仲會繼續落去。冇錯，所以上主對西潮浸仲有未完嘅故事。今日講題咧係75載恩典路，隨主腳蹤不停步。你話係咁長點記啊咁嚇？咁讀多幾次你記得㗎啦。如果你記唔到咧，應該落去下邊我哋門口，你臨走咧望望我哋門口兩邊嘅對聯咧，就係呢兩句説話。嗱，呢個講到我今日講到內容咧，都會按住呢個嘅講題分兩部分嚇。當我去默想講題應該用咩經文嘅時候咧，咁我最初就諗住咧，即係可能要引用好多好幾段不同嘅經文嚇，唔知需唔需要咁樣？不過結果咧，我今日同大家一齊解讀嘅經文咧，就竟然係嚟自兩段，係嚟自同一章經文啊，兩段同一章經文。首先嘅講題第一句咧，75載恩典路啦，咁你講到好似到底點定嘅呢啲講題啊？嗰啲講題咧就唔係我定嘅嚇，咁咧就係大會75週年紀念大會定嘅嚇。咁啊，主任牧師海牧師話俾我聽，我話咦哇好挑戰喎咁啊！不過我發覺咧好精彩，原來嚇75載恩典路第一句説話。我哋先睇睇第一段經文，約翰福音21章1至8節。咁我讀俾大家聽啦。約翰福音21章1至8節。這些事以後，耶穌在提比利亞海邊又向門徒顯現。他怎樣顯現，記在下面。有西門彼得和稱為底土馬的多馬，並加利利的加拿人拿但業，還有西比泰的兩個兒子，又有兩個門徒都在一處。西門彼得對他們說：我打魚去。他們說：我們也和你同去。他們就出去上了船。那一夜並沒有打着什麼。天將亮的時候，耶穌站在岸上，門徒卻不知道是耶穌。耶穌就對他們說：小子，你們有吃的沒有？他們回答說：沒有。耶穌說：你們把網撒在船的右邊，就必得着。他們便撒下網去，竟拉不上來了，因為魚甚多。耶穌所愛的那門徒對彼得說：是主。那時西門彼得赤着身子，一聽見是主，就束上一件外衣，挑在海裏。其餘的門徒離岸不遠，約有200肘，就在小船上把那網魚拉過來。他們上了網，就看見那裏有炭火
上面有魚又有餅。呢段經文可能大家都唔會太陌生嚇。第一節話這些事以後啊，一啲事情之後咩事咧？咁嚇咩事咧？咁如果你睇翻約翰福音20章之前嚇，呢度21章係咪？20章記載住耶穌基督復活當日，先係向抹大拉嘅瑪利亞顯現啦，跟住同一日就向門徒顯現嚇。咁啊，當時多馬唔喺度喎，所以8日之後耶穌又向門徒顯現咧，主要就係同多馬相遇啦。發生嘅地點咧都係喺耶路撒冷，係咁樣。嗱咁啊，如果根據有機會翻去睇下啦，馬太福音28章第10節同埋馬可福音第16章第7節記載咧，耶穌向嗰啲門徒顯現嘅時候咧就講啊，吩咐啲門徒要去加利利同佢相遇。OK， 即係第一次、第二次向佢顯現都係叫佢哋去加利利同佢相遇啦。耶穌約佢哋。今日我哋讀到嘅約翰福音21章呢段經文咧，就係門徒應耶穌嘅邀約去咗加利利等緊嚇。準確啲就係去咗加利利海。OK， 加利利海咁咧，亦都即係第一節呢度所講咧，耶穌在提比利亞海邊又向門徒顯現，係提比利亞海，亦都即係加利利海。加利利海即係提比利亞海，哇！記得我提比利亞海即係咩海話？加利利海冇錯啦。咁啊講嚟講去都係海啊，不過呢個其實唔係鹹水海嚟㗎，唔知點解叫海咧？係一個淡水湖嚟㗎。嚴格上嚟講應該係加利利湖啊，不過唔緊要啦。我哋今日都係講加利利海㗎啦。大概咧，耶穌基督咧同門徒咧過去都係喺加利利海某個位置活動多嘅，多數都係咁。所以當復活之後嘅耶穌基督叫啲門徒嗱，你去加利利等我啦，咁佢就知道啊，去嗰度㗎啦，唔使諗㗎啦。明個意思嗬？就係咁。嗱，根據第2節記載咧，當時在場嘅咧有幾多個人咧？起碼有幾多個人咧？呢度話咧，第2節西門彼得啦、多馬啦、拿但業啦、西比泰嘅2個兒子，即係雅各同約翰啦，仲有2個門徒，即係起碼有7個人。OK， 起碼有7個人喺度。第3節咧好得意喎，西門彼得話我打魚啦，啲人話我都去咁樣嚇，咁就上咗船出咗去打魚，成晚食白果。點解會咁嘅咧？嗬，即係等緊耶穌嘛，啱唔啱啊？第3節講緊嘅就係話，好有可能啦嚇，等咗好耐一段時間啦，等極都冇喎，耶穌未出現喎。咁彼得就佢係領袖嚟㗎嚇，即係等唔切啦嚇，又唔知做乜好，做佢最擅長㗎啦，就係去打魚啦，就係咁啦。咁其他門徒都一樣啦，百無聊賴，咁啊一齊加入啦，係咪？一齊開船出去打魚。咁我唔知大家你無聊嘅時候會打機啦，係咪？啲門徒無聊咧去打魚喎嚇，即係咁樣嚇。不過整晚冇任何收穫啊。嗱，第4到第6節啊，耶穌喺岸上出現啦，門徒唔認得佢啦。耶穌問你哋有冇打到魚啊？冇喎。好啊，我教你打魚啦。一落網，哇嚇死佢哋。嗱，呢個嘅成個過程對門徒嚟講，唔單止係似曾相識，唔單止，實際上係佢哋初次第一次同耶穌基督相遇，又見證耶穌基督奇妙作為嘅翻版遭遇嚟嘅，又一次遭遇啦。即係話今次喺加利利海耶穌咁樣嘅出現，佢哋咁樣嘅遭遇，同佢哋好多年3年前第一次喺加利利，特別係彼得，同樣見到耶穌，唔識佢，同樣俾佢嘅提示話俾你聽你點樣打魚。然之後佢見證耶穌，你就係神嘅兒子，咁嘅遭遇係完全翻版，完全一樣。所以去到第7節呢個時候，耶穌所愛嗰個門徒就係約翰，約翰就認出哇呢個係耶穌基督啦。然之後佢話俾彼得聽，喂，事主喎咁。嗱，你留意一下彼得嘅反應，我細心啲睇下彼得嘅反應。第7節係咁講嘅，那時西門彼得赤着身子，一聽見事主就束上一件外衣，跳在海裏。嗱，呢個係彼得當時嘅反應。大概係因為彼得成晚要打魚啊，係咪？咁打魚辛苦嘛，或者漁夫習慣啦，係咪？赤膊上身啦，咁樣嚇，赤膊去啦。而家聽見耶穌基督嚟咗，出現咗啦。佢嘅自然反應係乜嘢咧？穿回外衣，着翻件外衣。點解會咁嘅喂？弟兄姊妹，你有冇諗過好奇怪咧？係咪？點解耶穌嚟咗啦，即刻着翻件衫先？係咪？弟兄姊妹，如果你留意頭先我咧，我冇赤膊嚇，
不過你留意下我入嚟嘅時候，我今朝就係恤衫入晒衫就冇打呔噶嘛，係咪？跟住我坐下，我頭先公討會我都未打呔，又見到啲傳道牧師全部打晒呔，着西裝，我都仲未，因為好熱。終於我頭先崇拜之前崇拜啦嘛，打翻條呔先，係咪？跟住知道詩班就嚟獻詩，即係跟住就嚟輪到我啦，着翻件西裝先。其實不知幾熱啊頭先啊！點解我哋會咁做？西門彼得點解咁做嘅？我係咪因為聖潔嘅主耶穌基督佢顯現啊？所以喂體面啲啦，尊重翻少少，着一件外衣先，係咪咁咧？我唔知係咪，起碼我頭先就係啦，崇拜要認真啲，係咪？定還是有其他原因？定還是因為彼得佢曾經3次唔認主，內心非常愧疚。不過感謝主喺馬可福音講耶穌顯現嘅時候，叫啲門徒去加利利等佢，特別提還有彼得，叫埋佢嚟啊，係咪？弟兄姊妹，好精彩嘅耶穌基督，係馬可福音有咁樣嘅記載咋？點解？因為馬可係彼得嘅門徒嚟㗎。所以好肯定彼得好記得呢一番説話。耶穌叫啲門徒去加利利等佢，如果唔講叫埋彼得，彼得就會諗：我仲係唔係耶穌嘅門徒？我有冇份呢？可？但係好清楚，彼得記得耶穌話叫埋彼得，好清楚，所以佢嚟咗啦。彼得嚟咗，不過到呢個此時此刻，耶穌真係出現嘅時候，彼得好愧疚，然之後着翻件衫遮醜，咁嘅潛意識行動係咪咁咧？我係咪咁咧？仲未完喎，第7節好得意嘅第7節，唔單止着翻件外衣跳在海裏，你諗下有冇搞錯？有邊個各位弟兄姊妹你去游水好多次㗎啦？係咪？有邊個你係赤膊去到沙灘或者泳池着翻件外衫跳落水啊？唔會啊嘛，係咪？唔會，但係彼得就會啦，着翻件衫跳落海。點解要跳落海？點解要跳落海？係咪又係另一個愧疚而作出嘅遮醜潛意識動作？係咪就係咁咧？又定還是佢等唔切啦？急不及待，耶穌嚟咗啦，盡快游翻岸啦，要同耶穌基督相遇，係咪咁咧？唔知，只有佢自己先知。不過無論如何，我哋可以知道呢個時候嘅彼得應該係百感交集，係咪？係咁。第8節話俾我哋聽，其實嗰架船同個岸距離係200肘，200肘大概100公尺。100公尺對於彼得嚟講，就算唔係彼得，我大膽拍心口，對於我嚟講100公尺2分鐘遊完啦，彼得更加唔使啦，係咪？係咁樣，算不得什麼，一陣間就到。不過弟兄姊妹，我哋可以想像，我可以代入一下，你係彼得，我係彼得。當你着翻件衫跳落水游呢200肘100公尺呢2分鐘嘅時候，你嘅感受係乜嘢？你嘅感受係乜嘢？我相信喺呢個時候，彼得雙眼所充滿嘅唔單止係加利利湖嘅水，仲有從心底湧出嚟嘅嗰個淚水。我相信係咁樣。點解？點解？因為就係喺呢一個咁熟悉彼得咁熟悉嘅加利利海，就喺呢個地方。由加利利海周圍，加利利海嘅上面係充滿咗過去3年嚟彼得同耶穌基督一齊度過嘅好多嘅深刻嘅記憶。就喺呢2分鐘，我相信呢片段一幕一幕咁樣呈現，包括乜嘢呢？包括頭先講咗，彼得第一次見證耶穌奇妙嘅大能，耶穌並且呼召佢話：從今之後，你要得人如得魚。彼得一定記得翻嗰一刻耶穌俾佢嘅呼召。今日係咪仲有效？係咪仲有效咧？仲有佢仲會記得乜嘢咧？游緊水嘅時候，佢仲會記得就喺呢個地方加利利湖嘅地方。有個深夜，耶穌基督嘅渡海，突然間狂風大作，啲門徒以為我冇命啦，我哋冇命啦，夫子，哇！你瞓到腳腳聲，你唔理我哋啊，我哋死噶咯。結果耶穌一起身，一發號施令，風浪立刻平靜。弟兄姊妹，你有冇試過10號風球？然之後天文圖話各位即刻平靜啦，黐咗線啦，發緊夢啦，係咪？10號風球完咗，又行緊去都8號啦。你都知道，如果我哋2點鐘先降10號風球，唔使翻工，幾開心！立刻平靜翻工，大件事。
邊有可能係咁樣？但係當時就咁啦。耶穌一發號施令，砰，靜晒，而且仲即刻去到對岸，係咁樣。仲有同樣風浪大作，平靜之後去到對岸，去邊度啊？去格拉森嘅地方。耶穌帶住啲門徒經過風浪嘅挑戰，去到格拉森嘅地方，驅逐污鬼，困呢個污鬼一次過。彼得親眼見證住耶穌基督有咁犀利嘅無比嘅權柄，又係喺加利利海，另一次又係深夜渡海。唔知點解成日深夜渡海佢哋，大概真係太忙啦，係咪？所以深夜先可以對岸。彼得睇住耶穌喺水面上走，佢都想試，結果幾乎浸死啦，係咪啊？結果耶穌係親手將佢拉上嚟，一次又一次，一幕又一幕。唔單止對彼得係咁樣，對所有門徒其實都係咁。係乜嘢？就係喺呢個加利利湖，圍繞住呢個加利利湖，佢哋見證住耶穌基督嘅榮耀，認識佢，聽到佢嘅呼召同埋回應，領受佢嘅吩咐，經歷佢嘅大能，見證佢嘅無比權柄。對門徒嚟講，同主相遇、認識基督、經歷真神嘅地方喺邊度？就係加利利湖、加利利海、提比利亞海。弟兄姊妹，對我哋嚟講咧，與主相遇、認識耶穌基督、即係經歷真神嘅地方喺邊度？係香港西區潮語浸信會。對門徒嚟講係加利利海，對你同我嚟講就係西潮浸。感謝我哋嘅主。所以弟兄姊妹，以下落去，我想同大家做一個操作。你聽好多，今日聽好多，由朝聽到而家已經有好多感恩數算，其實仲可以有排數。不過我想同大家先做一個操作。我會問大家7條問題，你只要需要心中答就得啦，或者唔係問題嚟嘅。我講7句説話，如果你心裏邊你可以答係定唔係 ，OK？ 唔係我願意啊，係定唔係嚇？如果你答個回答係嘅話咧，請你喺秩序表又好，手機又好，你有筆寫個記號啦，剔啦，打粒星啦。或者你話乜都冇啊，乜都冇，好啦，喺你腦裏邊記住啊，係啦，一個係，兩個係，三個係，明個意思我？7句説話你聽下咯，睇下你個幾多個係，好冇啊？好啊，嚟咯，第一個説話咧就係你係因為西潮浸而認識同埋歸信耶穌基督嘅。再講一次你係因為西潮浸而認識同埋歸信耶穌基督。第二條。你係因為父母或者子女或者親人而認識西潮浸，成為西潮浸一份子。解釋下，譬如你係因為父母，譬如我係信我係啦，第二代、第三代添啊，應該係咪？或者你話唔係，因為我父母安息禮拜，所以我本來唔信耶穌，幫我結果嚟咗西潮浸，認識西潮浸。因為子女，你個仔女參加兒童崇拜啦。參加暑期聖經班，所以我本來係唔信㗎。不過又因為父母嗰啲咩親子關係係咪親子嘅講座，所以我又嚟咗啦。我又信咗耶穌。或者你嘅親人不厭其煩係咁扯你過嚟，係咪？聖誕節又嚟，聚餐又嚟，乜都嚟。結果你話好啦，嚟啦咁，結果你又信咗耶穌，又嚟咗西潮浸，係咪咁咧？如果係，你又記住咯。呢個第二條，第三條，你喺西潮浸同弟兄姊妹一齊成長。或者係蒙前輩提攜成長，即係你可能係同一齊成長嘅弟兄姊妹同年紀嘅，或者有前輩帶你成長，或者係兩樣都係 OK， 係咪咧？第三條，第四條，你喺西潮浸經歷神嘅作為，譬如乜嘢呢？譬如你嘅病得醫治，譬如你渡過經濟難關，譬如你家人關係復和，喺西潮浸嘅緣故，係咪咧？諗諗啊！第五，哇！呢個真係開心啊！你喺西潮浸結識你嘅配偶啊，都唔少嘅，我諗係咪？生唔生仔嗰啲唔講啦嚇。第六，你喺西潮浸學習同埋參與侍奉神、服侍人，成為西潮浸嘅領袖，譬如做組長、做導師、做教師、做執事、做傳道人，你係咪咧？第七條，你喺西潮浸感受到愛。感受到天父家中嘅溫暖，係唔係咧？7條，我唔知道有幾多個係。我睇翻，我應該全部都係。
我唔知道有幾多個係。求主幫助祝福我哋。你睇下你有幾好，你睇下你有幾多幾好。我想話俾你聽，可能你話應該第8條，其他呢啲記號，你睇翻你手頭上有幾多記號？呢啲記號就係恩典嘅記號，就係神向你透過西潮浸向你施恩嘅記號。你可能諗到其他嘢嘅，弟兄姊妹，對門徒嚟講係加利利湖，對於你同我嚟講係西潮浸。三一神透過西潮浸向你、向我、向我哋家施恩，感謝我哋神。弟兄姊妹，我哋要用行動向神表達感謝同埋稱讚，因為佢配得。我哋心裏邊感謝好，但我哋更加用行動上做一個好簡單嘅動作嚟去感謝神。請各位起立，我哋向我哋呢位三一真神，我哋熱烈鼓掌啊！因為佢配得啊，佢配得。全心嘅你要感謝我哋嘅神。請坐。我哋今日仲有好多機會，應該我哋繼續去喺禱告裏邊感謝我哋主。各位弟兄姊妹，呢個故事未完。講題第2句係隨主腳蹤不停步。喺呢段經文，第一段經文之後，大家更加熟，不過我唔會講啦。耶穌基督讓彼得有3次機會向佢表達對耶穌嘅愛忠誠。然之後呢，就係第2段經文喺約翰福音21章18到19節，耶穌對彼得嘅説話係咁樣嘅。耶穌進一步將彼得嘅未來話俾佢聽，嗰番説話係咁嘅。第2段經文，約翰福音21章18到19節。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你年少的時候自己束上帶子，隨意往來；但年老的時候，你要伸出手來，別人要把你束上，帶你到不願意去的地方。耶穌說這話是指着彼得要怎樣死榮耀神。說到這話就對他說：你跟從我吧。我哋又想象一下彼得嘅心情，聽起上嚟對彼得嚟講好似唔係一個好消息，係一個噩耗，係咪？因為話俾佢聽，你後生，你周圍去啊，你想點都得啦。你年紀大唔得啦。人要將你嘅手綁起嚟，你伸出手，你自動伸出手。人要將你綁上，帶你去唔想去嘅地方。喺彼得嚟講，聽起上嚟係一個噩耗，係咪？冇錯。不過我想話俾你聽，對彼得嚟講，其實呢個係足以令彼得感動到極嘅消息。再講一次，耶穌基督呢一番説話，其實對彼得嚟講係足以令佢感動到不得了嘅消息。點解？喺耶穌被釘十字架之前，耶穌喺最後晚餐嘅時候，佢話俾眾門徒聽，話俾佢哋聽，佢哋會跌倒，會四散，仲預言彼得你會3次唔認我。彼得當時佢點樣回應耶穌？彼得當時並冇感到驚訝，冇愕然，冇，佢好堅決嘅表達。佢話耶穌基督，我就算同你同死，我都唔會唔認你嘅。再講一次，喺最後晚餐嘅時候，耶穌話俾門徒聽，佢會將被交喺文士手上面會被殺。不過你哋都會四散，而彼得你會3次唔認我。彼得嘅反應就係我唔會咁樣做。我就算同你同死，我都唔會唔認你。呢個係彼得嘅説話。結果係點？我諗唔使我哋多講啦，係咪？結果係點？唔使我哋多講。弟兄姊妹，彼得對耶穌嘅剛才嘅承諾係真心嘅咧，定要話假意嘅咧？係真心嘅，定要話假意？我相信佢係好真心嘅。佢真係拍心口，耶穌，我係唔會唔認你嘅。我就算死我都唔會唔認你。我就算同你同坐監我都唔會認你，唔會唔認你。佢真係願意同耶穌一齊受苦，甚至賠上生命。不過佢高估咗佢自己啊！佢唔知道自己原來係咁脆弱，原來自己係咁不堪一擊。佢唔知道，耶穌知道，佢唔知道。但係佢嘅心係真嘅，冇錯。到而家此時此刻，約翰福音21章喺提比利亞海喺加利利海身側邊嘅時候，到呢個時候，彼得好清楚知道自己嘅軟弱啦，
好清楚睇自己不足嘅時候，耶穌基督卻係對佢表明，你願意對主忠心至死嘅心志，主完全記得，主絕不輕視，仲有會為佢成全啊！睇到嘛，弟兄姊妹？耶穌話俾佢彼得聽：我唔會輕視你昔日你對我嘅承諾，我記得你對我嘅承諾，並且我話你聽，你會為我咁樣去做，我會成全你。弟兄姊妹，耶穌基督冇輕視彼得真誠嘅初心，並且為佢成就。各位弟兄姊妹，你喺西條浸幾多年歷史？我喺西條浸好多年歷史。我信主到而家，我對主做過唔少承諾。你都可能係咁樣，係咪？我相信你都對主做過唔少承諾。也許係你初信嘅時候，係你青少年嘅歲月，係某個營會嘅時候，或者係某次聽完道受感動嘅時候，你對主都做過大大小小嘅承諾，係咪？時至今日，時至今日，你嘅承諾係咪都已經成為舊夢咧？嗬，一切都只係年輕嘅時候或者初信嘅時候，我浪漫嘅心志啫，係咪咁？昔日喺夏令會好感動嘅，獻心會就得啦，獻完心個心都冇咗咯，獻咗啦，係咪咁咧？弟兄姊妹，係咪咁？可能你會忘記噶啦，或者你唔會忘記，不過你費事諗啦，因為你對自己失望都費事啦，唔好講咁多。但係弟兄姊妹，我想話俾你聽，我想話俾你聽，拯救你嘅耶穌基督，佢唔會忘記，佢唔會忘記，亦都唔會失望。點解？因為呢一切不在乎你，唔在乎你，而係在於主耶穌基督自己嘅信實。弟兄姊妹，係咁嘅，弟兄姊妹。所以我想話俾你聽，你要再一次重拾你對主嘅愛、忠心同埋熱誠。再講一次，耶穌基督唔會忘記你對佢個點點滴滴嘅熱誠同埋承諾。佢為你成就，因為唔在乎你，在乎佢嘅信實。所以請你重拾你對主耶穌基督昔日嘅嗰個嘅愛、忠心同埋熱誠。唔靠你，係靠佢。就正如彼得一樣，唔靠彼得，係靠耶穌基督。第19節，耶穌基督最後再一次呼召彼得：你跟從我吧，你跟從我吧。今日、而家、此刻，耶穌基督亦都再一次呼召你：你跟從我吧。再講一次，今日、此時、此刻、而家，耶穌基督再一次呼召你：你跟從我吧。弟兄姊妹，我想話俾你聽，我不止一次講，不過就算你今日第一次聽，我想話俾你聽，耶穌基督從來都唔係淨係呼召你信佢嘅咋，唔係。耶穌基督更加唔係呼召你舉手決志係投佢信有一票，我俾面你耶穌基督，唔係，錯晒啦，弟兄姊妹，錯晒。耶穌基督佢呼召嘅係呼召你做佢嘅門徒，呼召你背起佢嘅背起你嘅十字架跟隨佢，呼召你做佢嘅門徒跟從他，就係咁啦，弟兄姊妹。隨主腳蹤不停步，做耶穌基督嘅門徒，弟兄姊妹，一啲都唔浪漫噶。呢個唔係一件浪漫嘅事，哦，你哋浪漫嘅情懷，所以我做主門徒，唔係，弟兄姊妹，唔係。好抱歉啊，咁多位教牧同工，我同你有少少唔係好同。我知道好多教牧同工大部分都係好願意嚟到去服侍人噶，但係大家聽我講過好多次，我自細有兩樣嘢，我話我呢世都唔會做嘅。第一，我話我係唔會生仔嘅，生咗啦。第二，我話我唔會做教牧同工嘅，我做埋，因為我知道我呢個人。我性格好有限，我良善好有限，我忍耐好有限。我知道我唔配嘅，我唔係唔配，我係唔適合。不過主叫你跟佢，你就跟啦，一啲都唔浪漫嘅，弟兄姊妹。但係你願唔願意咁樣跟隨佢？你願唔願意將你嘅主權獻俾耶穌基督？弟兄姊妹，我再講一次，各位教牧同工，你嘅本性願意服侍人非常好，你唔願意本性唔願意服侍人。更加好，因為你學順服啦。
無論你係點都好，跟隨主。今日主要你將你嘅主權嚟到交俾耶穌基督，係將你嘅自由呈獻俾主。我好怕我冒犯咗教牧同工們，我再講一次，教牧同工，我善良，我好坦白講，我善良係完全低於你哋嘅。我成日都同我太太講，我善良係低於你好多嘅。我唔知我 IQ 係咪高過你啊，但係起碼我善良低於你。但係我仍然感謝主，因為佢都揀選我。我話我就將我自由呈獻俾你，各位弟兄姊妹，你今日都要咁樣做，你要將你嘅自由呈獻俾主，冇錯。睇起上嚟，你會因為咁嘅緣故，你失去自由。但係當你將你嘅自由呈獻俾主，我想話俾你聽，你反而會得着真正嘅自由。再講一次，你將你嘅自由呈獻俾主，睇上嚟你會失去你嘅自由。不過我話你聽，你反而因為咁嘅緣故，你會得着真正嘅自由。點解？我哋再睇睇彼得。今日經文冇嘅，我想話俾你聽。我幾日前我喺靈修嘅時候讀到彼得喺佢呢一段經文之後，喺《使徒行傳》12章5到10節，佢一次嘅遭遇。《使徒行傳》12章5到10節，我喺靈修睇到，我讀俾你聽。段經文係咁講：於是彼得被囚在監裏，教會卻為他切切地禱告神。希律將要提他出來的前一夜，你留意下，彼得被2條鐵鏈鎖着，睡在2個兵丁當中。看守的人也在門外看守。忽然有主的一個使者站在旁邊，屋裏有光照耀。留意下，天使拍彼得的肋旁，拍醒了他，說：快快起來！那鐵鏈就從他手上脫落下來。天使對他說：束上帶子，穿上鞋。他即係彼得就那樣做。天使又說：披上外衣，跟着我來。彼得就出來跟着他，不知道天使所做的是真的，只當見了異象。過了第一層、第二層監牢，走來到臨街的鐵門，那門自己開了，他們出來走過一條街，天使便離開他去了。呢個係我當日讀到嘅彼得嘅遭遇。我當日嘅靈修札記係咁樣嘅，我又讀俾你聽。這段經文的記載令我對彼得感到十分驚喜，甚至刮目相看。彼得受到極嚴密的拘禁，因為聖經話被2條鐵鏈鎖着，睡在2個兵丁當中，好嚴密啦，係咪？2個兵丁夾住佢瞓覺喎，嗬？點解啊？大概彼得蒙神蹟拯救的前科，使希律不得不嚴加看管。有趣的是，顯然地，彼得卻睡得香甜。點解？因為要天使拍他肋旁，他才可以弄醒他。而且他是脫了衣帶和鞋，連外衣也脫了，是正正式式地要睡個好覺。有冇人坐監坐到咁㗎？你去 camp 都未必肯啦，係咪？坐監坐到鞋又除，衣帶又解埋，外衣都扣埋，要天使光燦燦喺你面前拍你先，喂，醒啦醒啦，瞓得好好啊，彼得，唔知咪攰得滯。泰然自若，身陷囹圄，心卻自在。這並非以往的彼得。事實上，對彼得來說，從加利利海旁的那一刻開始，就係呢段今日我讀嘅經文，約翰福音21章。從加利利海旁的那一刻開始，他已預期失去自由。不過，正因如此，他會知道他日後的一切遭遇，並不是無可奈何的逆來順受，卻都是在主耶穌基督的掌管之下發生的。因此，沒有人能真正奪去他的自由。他早已將自由呈獻與拯救並呼召他的主耶穌基督。當我認定我真正的命運在誰手上，我就會聽命跟從誰。我再讀一次。當我認定我真正的命運在誰手上，我就會聽命跟隨誰。天地的主既是我的主，面對世界，願我亦能泰然自若。以上就係我嘅靈修分享，我希望你聽得明，各位弟兄姊妹，請容許我話俾你聽。面對未來嘅日子，跟隨耶穌基督，做佢嘅門徒，一啲都唔係浪漫嘅事，卻係要關乎你靈命嘅安危，真係咁。因為按我估計，撒旦知道自己嘅時日無多啦。撒旦會發動最猛烈嘅攻勢，而首要打擊嘅對象係乜嘢？
唔係嗰啲冇信主嘅人，唔係。撒旦喺跟住落嚟要發動最猛烈攻勢嘅對象，首要對象係乜嘢？係信徒，要首要打擊嘅就係你同我。撒旦會藉住各種欺騙、虛謊嘅手段，譬如乜嘢？我唔知你有冇睇嘅，我喺網上見好多，譬如外星人 UFO 嘅揭露，直情喺美國國會、美國空軍不止一次嘅證明，我哋真係俾 UFO 跟住，真係跟飛過去，睇到晒呢啲。仲有乜嘢虛謊嘅手段？文化價值觀嘅融合，仲有乜嘢手段？宗教大合一，仲有咩手段？教會領袖嘅醜聞等等。咁點啊？想點啊？使信徒嘅愛心轉淡，信心轉弱，就係咁啦，弟兄姊妹。所以如果今日我哋冇立定心志，緊緊跟隨基督，如果我哋冇，咁喺不久嘅將來，我想話俾你聽，你都會成為撒旦嘅獵物。求主憐憫我哋。我再講一次，如果今日我哋冇立定心志，緊緊跟隨耶穌基督，咁唔使好耐，你就會成為撒旦嘅獵物啦。求主憐憫我哋，呢啲唔會發生。弟兄姊妹，點樣做主門徒？要做主門徒，冇錯。一方面，哇！你堅持參與我哋而家開始緊嘅門旅啦，係咪？係。我哋希望我哋一屆一屆咁舉辦落去嚇，希望係咁樣。不過，就算你未有參加門旅，你冇參加，你仍然可以一齊堅持做門徒嘅操練，一定得。譬如乜嘢？譬如每日靈修咯，仲有每日同人分享你嘅靈修心得啦，係咪？我知道我哋弟兄姊妹係咁樣嘅，佢冇參加門旅，不過佢就係同弟兄姊妹分享緊靈修心得。你話我唔知同邊個分享喎？你同我分享啦，同明亮牧師分享啦。明亮牧師有一個 app 先㗎，係咪啊？直情係咁樣，就係咁。你同你團友分享咯。仲有乜嘢啊？勤讀聖經啦，每日。仲有咧，背誦金句嚟。你話我好難背，係啊，好難背。我話你聽，我自細背嗰啲真係熟到爛，倒轉都得嘅，倒轉背都識。嗰啲詩歌識啦。不過你今日如果叫我學一個新嘅，我真係搞唔掂。不過我仍然都會努力背，冇人話俾你聽你要背到100%嘅。我哋要背金句，今日開始。仲有每日堅持為自己、為他人代禱，弟兄姊妹祈禱，祈禱係用緊耶穌基督嘅名嘅權柄。耶穌基督嘅名嘅權柄係天上所有權柄都歸佢嘅，係最高權柄。你用祈禱為你身邊最乞人憎嗰啲又好，你最痛恨嗰啲又好，嗰啲肯定唔會信耶穌嘅人又好，或者你好愛佢嘅人又好，你奉耶穌嘅名為佢祈禱啦。弟兄姊妹，我話你聽，化解仇敵最好嘅方法係乜嘢？就係令佢成為你嘅朋友，令佢成為耶穌嘅門徒。你為佢祈禱啦，你為佢祈禱。仲有同人分享福音啦，實踐彼此饒恕。弟兄姊妹，撒旦最中意弟兄姊妹彼此之間互相不和，我唔妥你，你唔妥我。點解？因為佢知道詩篇133篇話，當弟兄和睦同居嘅時候，就好似亞倫有油膏立佢成為大祭司。就好似黑門嘅甘露降在錫安山，呢啲係乜嘢啊？呢啲係成就神祝福嘅咁樣嘅旨意。嗰個鑰匙，嗰個 key 係乜嘢？就係弟兄和睦同居，因為在那裏有耶和華命定嘅福。呢個係神講到明，一定我賜福嘅途徑就係弟兄姊妹和睦同居。所以今日魔鬼設法要令我哋分裂，設法要我唔妥你，你唔妥我，或者唔係分裂。係我心中唔高興你啫，我唔話你聽，遲早一日就爆出嚟。彼此饒恕係我哋必須要做嘅嘢，弟兄姊妹。我哋要參與團契，我哋同弟兄姊妹互相扶持。弟兄姊妹，今日就立志，今日就立志緊緊跟隨主，做主門徒。今日就係時候。75載恩典路，隨主腳蹤不停步。呢個唔係淨係今日嘅講題，唔係淨係掛喺西潮站大門口嘅對聯，更加唔單止係我哋嘅口號，係乜嘢？係要化成我哋實際嘅行動。弟兄姊妹，西潮站嘅故事未完，要由我哋去撰寫，由我哋撰寫。陣間喺禮堂2樓又好，3樓又好，喺後邊2樓嘅出邊，樓下都有條繩。我呢條紅色嘅，好似有金色、有銀色、有黑色，仲有咩色啊？唔知咩色嚇。最多係紅色，5隻色。你一陣間完咗，你出去攞，你攞翻屋企作為今日講道或者75週年紀念。我有好多紀念品嘅，其中一個嚇微不足道，不過
條繩係乜嘢意思？呢條繩一方面代表慈繩愛索，神嘅慈繩愛索，施恩，神施恩憐憫，引導我哋75載恩典路。仲有另一方面，代表乜嘢？代表你將你嘅主權，你將你嘅自由呈獻俾主耶穌基督，你讓佢以佢嘅誠信真實捆綁約束你。再講一次，亦都代表你將你嘅主權自由呈獻俾主耶穌基督，你讓佢以佢嘅誠信真實捆綁，以佢嘅聖潔約束你，隨主腳蹤不停步。願主祝福各位弟兄姊妹。